在东突厥斯坦的高压政策和侵犯人权行为仍在继续。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当局在乌鲁木齐召开了所谓反恐与人权会议。根据报道，中共支持的一些所谓民间组织和大学承办的反恐去极端化与人权保障国际研讨会6日在乌鲁木齐召开。东突厥斯坦侵犯人权行为的头号执行人陈全国指出，通过努力和有效措施解决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国际社会应以此为烈，尊重这些措施。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卡拉卡什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反人类罪行和侵犯人权行为仍在继续。中国最初否认存在集中营，但后来由于国际社会的批评而被迫承认，并将这些集中营描述为培训中心。中国多次安排外国媒体记者访问东突厥斯坦，试图欺骗国际社会，但尚未实现其目标。因此，中国政府试图通过举办研讨会来欺骗国际社会，逃避批评。中国驻柏林大使陈恳称，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并要求政客们不要干预这一问题。吴肯在大使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辩称，香港示威者反对社会秩序，企图使社会发生对抗，传播仇恨与暴力，并表示示威者已经超过了合法界限。吴肯大使提醒道，香港活动人士黄之锋因参加非法示威而被控罪，最近又被拘留但获得保释。中国大使表示，我想强调的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必须得到尊重。因此，我建议政客们不要掩盖暴力罪行，不干涉中国和香港的内政事务。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同意建立永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会谈。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中国都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托卡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以建立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契机，推动哈中关系进一步发展。美国政府批准对波兰出售32架 F-35联合攻击战斗机。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宣布，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波兰出售32架 F-35战斗机。报道称，美国国防安全委员会已将此次对外军售告知国会。该军售价值65亿美元。声明称，这批 F-35将提升波兰空防能力，取代老旧的俄制支点式和苏凯22型战机。波兰于今年5月份向美国提交了购买 F-35的请求。伊朗总统鲁哈尼指出，他也告诉法国总统马克龙，如若美方不解除对伊制裁，那么与美国的对话没有意义。鲁哈尼强调，通过退出多边国际协议和协议，美国逃脱了责任。近日，一直为美国制裁与马克龙进行沟通的鲁哈尼提出，伊朗政府、伊朗伊斯兰议会和人民认为，如果制裁仍保存依旧，与美国谈判毫无意义。